今次嘅題目咧就係咧雙春閏月所良緣啦。咁2025年乙巳蛇年就雙春兼閏月咧大吉之年，特別咧嚟婚嫁嘅。咁嗱，首先雙春閏月，咩叫雙春咧？咁今年咧就有2個立春，所以叫雙春。咁第一個立春咧就係2024年嘅，亦都係咧喺正月初6嘅時候。咁至於第二個立春咧，喺新曆咧就去到2025年，但係農曆咧就去到臘月17，即係12月17嘅時候啦。咁所以今年係有2個立春嘅。咁閏月係咩咧？喺農曆嚟講咧，我哋今年咧就閏6月，即係有2個6月，一個咧就正常嘅6月，另一個咧就閏6月，即係有13個月啦。所以今年咧就係雙春兼閏月。咁雙春兼閏月同婚嫁有咩關係咧？咁我哋一年四季嗰個嘅氣候變化咧，我哋有咁嘅講法，就係春生、夏長、秋收、冬藏。咁最重要咧就係春生，春天咧係萬物生長嘅季節，咁咧係特別嚟咧係生長啊生育嘅。咁而婚嫁我哋知道咧，佢有一個好大嘅意義咧，就係咧要將我哋嘅生命、我哋嘅家族咧係延續落去。所以咧去生育，尤其是有 BB 有小朋友嘅話咧，會非常之係有利。所以咧好多時咧老人家都話啦，快啲咧拉埋天窗，生翻個肥肥白白嘅小朋友。所以咧喺生育嘅角度嚟講咧，春天咧有春生嘅意義，雙春咧就有2個生嘅意境，所以當然係大利咧係婚嫁，大利係生育。所以點解咧係雙春兼閏月係咁多人中意結婚啦？咁另外閏月啦，閏咧亦都係滋潤嘅意思啦。可以咧係令我哋嘅家運咧興旺啊，夫妻和睦啊，令到我哋咧家庭咧係融洽，亦都有利咧係家庭嘅發展嘅。所以雙春兼閏月嚟講咧，係傳統我哋係非常中意攞嚟係做一啲喜慶嘅節目啊，喜慶嘅一個嘅活動啊，婚嫁咁嘅。咁另外啦，2025年咧，亦都係我哋正式踏入下元九運嘅第2年。咁九運我哋以九紫星離卦當運，咁九紫星咧，如果喺九星段略嗰度咧，我哋有個咁嘅概括嘅就係咧，九紫咧就係酉弼星，咁吉者遇之啊，立時發福，商場得意，喜事臨身。所以我哋成日講咧，九紫星就係喜慶之星，咁你要辦啲喜慶活動啊，要增加喜慶嘅話咧，就可以咧就運用九紫星嘅吉慶。咁所以我哋可以咧咁理解啦，喺九運九紫星當運嘅期間進行我哋嗰個婚嫁啊，去延續個家庭嘅話咧，當然咧係更加可以借助九紫星吉慶嘅力量，去令到我哋咧家庭關係更加和睦啊，家運更加興隆啊，家庭嘅發展更加係融洽，可以借助九紫星嗰個嘅優點。咁另外啦，協記變方書有講啦，歲德在月啊，雙春化太歲。我哋知道今年係月木嘅月至年係月木當運啊嘛，咁但係咧月同埋庚咧係我哋講天干五合，天干五合咧就係甲己合、月庚合。咁月庚裏邊咧就係咧係五合嘅，所以咧月同庚咧可以互為表裏。咁所以咧都可以借助咗咧呢個雙春化太歲嘅力量咧，去令到咧如果譬如大家犯太歲嘅，尤其是咧你係屬蛇嘅犯直太歲啦，係屬豬嘅犯沖太歲，呢2個生肖最重要。今年咧會多啲嘅問題。另外咧就係屬虎同埋屬猴就犯刑太歲。呢4個生肖裏邊咧，如果今年可以辦啲喜慶嘅活動，或者係譬如係甚至乎係結婚啊，咁有啲婚嫁嘅儀式嘅話咧，就可以借助咧雙春化太歲、歲德在月嘅力量，令到咧係將我哋嘅化煞為權，將咧嗰個唔吉利嘅狀況變為咧係好吉利，所以咧係可以借助咗咧叫一起擋三災。咁另外啦，喺玉甲記嗰度咧，亦都有講過一個叫做咧閏月補氣，叫做咧地母寶庫嘅概念，係咩意思咧？就係咧喺閏6月嘅期間，可以咧多啲進行啲重要嘅儀式，譬如你婚嫁重要嘅儀式，可能係譬如係宴客啊、簽紙註冊啊，或者咧重要嘅度蜜月啊等等重要嘅儀式咧，如果可以喺閏月嗰度進行咧，就可以做一個咧陰陽互補，借助咧閏6月嘅吉慶咧，令到我哋咧更加興旺。咁另外咧，有我哋講咧叫催福出於良辰啊，想大家吉慶嘅話咧，除咗做風水佈局之外咧，喺催吉擇日裏邊咧，擇日亦都好緊要嘅。
揾一個咧係旺我哋嘅黃道吉時吉日，令到咧嗰個擇日嘅吉慶可以更加幫助我哋。咁今年嚟講咧，如果大家要結婚嘅話咧，咁結婚嘅儀式裏邊咧，傳統咧會比較繁複啲嘅。咁有好多重要日子，嗱，譬如咧求婚啦、雙方家長見面、過大禮、送嫁妝、安床、上頭、迎娶、簽紙註冊、宴客同埋咧度蜜月等等儀式裏邊，如果可以咧，每一個項目都係咧去擇嗰個黃道吉時吉日進行嘅話咧，咁就可以咧就催福出於良辰，令到咧係用日子嘅吉慶去幫我哋咧更加興旺啦。咁至於擇日裏邊咧，其實好多方面我哋需要注意嘅，譬如曆法啦、生肖啊、我哋個人嘅八字啊、節氣啊，同埋民間習俗等等咧，都需要去照顧到嘅。咁以下咧有5點係比較重要啲，可以同大家分享嘅。第一，我哋一定要避開咧，就同咧新郎同新娘嗰個太歲嗰個歲支啊，個沖克嘅一個日子。咁嗱，咩意思咧？嗱，譬如咧，如果新郎或者新娘佢係屬鼠嘅，咁啊子午相沖，咁我哋會避開馬日。咁馬日咧，我哋叫做係5個馬日，分別咧甲午、丙午、戊午、庚午同埋壬午呢5個馬嘅日子，咁咧避開佢。如果唔係咧，就會有啲沖克嘅情況。咁如果嚴格嚟講咧，雙方父母嘅生肖咧，我哋都要係計算在內嘅。但係最重要咧，係選個日子咧，千祈唔好同新郎同新娘咧係相沖，我哋叫六沖嘅日子，避開佢。呢個第一。第二方面咧，就可以揀咧喺通勝上邊咧係一啲宜嫁娶嘅日子啦。第一，咁另外咧亦都可以揀啲係吉日，譬如係天德啊、月德啊、三合啊、六合呢啲咧係吉神當值嘅日子。咁最重要啲避開啲凶日，譬如係破日啊、危日啊、閉日，咁呢啲唔利結婚嘅日子啦。咁另外咧都要避開啲傳統嘅凶日，譬如四利日。四利日係咩咧？即係春分、秋分、夏至、冬至前一日，我哋叫四利日啦。四柱日亦都要避開嘅。分別係咧立春、立秋、立夏、立冬前一日，簡稱就四利四柱日，要避開佢啦。咁另外咧，陽公13忌嗰啲忌日要避開佢啦。咁傳統咧月老唔牽線嘅三良煞日咧都要避開佢嘅。分別係咧每個月嘅初三、初七、13、18、22、27，避開啲凶日，揀選啲吉日咧，對大家嚟講咧會有利嘅。咁第三啦，避開咧傳統比較凶險嘅月份。第一係農曆嘅7月啦，又叫鬼月。另外咧係農曆嘅5月，又叫毒月，避開呢2個月份啦。咁第四方面咧，喺時辰方面，盡量咧重要儀式咧可以用咧我哋講春光明媚嘅早上，用嗰個嘅陽氣上升嘅時候咧去進行。咁當然啦，擺酒嗰啲係例外啦，嗰啲要夜晚進行啦。係咁，另外咧時辰方面最好咧都避開，唔好同新人去相沖。譬如啦，如果係新郎新娘係屬狗嘅，我哋唔好用辰時，因為辰戌相沖，即係朝頭早7點到9點就會沖狗嘅時辰，我哋避開佢啦。咁呢個視乎咧新郎新娘嗰個嘅八字生肖去計啦。咁另外第5啦，更加嚴謹嘅計法咧就係咧，我哋叫合分嘅計法，就將咧雙方嗰個八字排開嚟去嚴格計算。咁呢方面咧，你可以請教翻咧你相熟嘅玄學師傅咧，會有幫助嘅。咁另一方面啦，喺婚禮嘅儀式方面咧，亦都有8點咧，大家需要注意嘅。嗱，第一啦，咁我哋咧喺婚宴嘅儀式咧，主家席咧最吉慶嘅話咧，係坐落喺我哋叫東方正東方，亦都叫鎮宮，亦都係青龍方，用青龍方貴人嘅吉氣咧，係幫助咧係主人家咧係更加吉旺。咁第二個選擇咧就係要咧喺南方，南方咧就係離卦九紫星當運嘅卦位，亦都係可以嘅。咁第二方面啊，咁我哋咧喺婚宴嗰度咧個迎賓牌咧，我哋盡量避開，唔好有反射，唔好用鏡面嗰啲，因為咧陽宅十書佢有咁講啊，鏡照合緊走啊，鴛鴦各自飛，即係會分離嘅。咁避開呢啲咧鏡煞、鏡面反鏡煞，避免陷入咧爛桃花嘅陷阱咧就會好啲嘅。咁第三方面咧，用假花或者係咧用乾花，其實咧喺玄學上都唔係咁吉利嘅，因為我哋有講一個叫做咧形存氣絕，雖然佢係花，但佢係假嘅，或者佢係咧已經係乾咗，即係啲僵屍花。當然咧就違反咗天地生氣嘅原則啦，係咁會形成虛花煞。咁第四啦，咁喺婚禮嗰個佈置嘅現場咧，要避開咧尖銳衝射啊，或者係啲好銳利嘅刀鋒啊，呢啲咁嘅尖角衝射啊，呢啲刀鋒煞避開呢啲。
咁如果唔係咧，就好容易有口角是非，咁同埋會有啲危險嘅。咁第5方面啦，要避開咧就係咧大門唔好對住一張空嘅凳，因為咧空椅對大門咧，咁《魯班經》嗰度有講咧，虛席迎風啊，家宅不寧，就避開一樣嘢啦。咁避免犯咗一個孤聯煞。咁第6方面啦，咁喺婚禮嗰個佈置上面咧，我哋多啲用傳統嘅紅色，紅色代表吉慶嘅，所以我哋見到紅色，譬如過年係用紅色啊，封紅包係用紅色啊。咁結婚嘅話咧，當然多啲用紅色，用喜氣顏色好啲啦。盡量避開咧就唔好用呢個黑色。其實白色可以咧盡量避免，都可以咧盡量減少唔好用嘅係。咁另外咧第7啦，咁我哋婚宴裏邊咧，我哋盡量避免咧唔好用啲動物皮毛嘅一個裝飾物，因為動物皮毛嘅話咧，又譬如皮革嗰啲咧，咁有一個咧我哋講殺生嘅問題。咁喺玄學上有講咧，叫做殺生破緣啊，就會影響嗰個緣分嘅。咁最後啦，如果婚禮現場咧好多柱嘅話咧，咁我哋避免犯呢個叫做咧斷緣柱煞，咁可以點咧？喺嗰個柱嗰度咧要做啲裝飾，譬如揾啲嘅紅色嘅絲帶綁住佢啊，或者貼啲喜慶嘅貼紙貼住嗰個柱啊，都會有幫助，或者做其他嘅裝飾，避免咗咧呢個嘅柱煞。其他仲有好多禁忌嘅，不過咧篇幅有限，有機會嘅時候再同大家好好分享。咁祝大家咧係2025年咧就行大運，多謝大家。如果你中意呢條片嘅內容，請俾個 like 支持我哋啊，同埋記得 share 出去俾你同樣貪靚嘅朋友，再 subscribe 埋 channel 就唔會錯過我哋最新嘅美容資訊啦。